后来乡亲啊，这个天气愈来愈凉，又到了食火锅的季节了。最近市面上出现几哪款号称讲有补铁疗效的鞋啊，讲只要用这种铁鞋啊来煮饭，会当改善咱贫血问题。咱的记者实际来查证，结果医师来警告，讲这种鞋啊，有诶无标明白铁啊认证，万不一释放的是这个品质真歹的乌铁啊，就会致死中毒。另外，有关补充铁质，也有真侪迷思。今仔日的拍假伫公队，咱就一条一条甲理好清楚。甲一般鞋啊比较起来，讲加出5倍铁，号称是补铁大王的生鞋广告，伫网络顶面有够多。伊则为发布调查台湾人，尤其是女性，真接得到欠铁性的贫血。用生鞋来煮饭，会使补充铁质，这敢真正有效？医生讲，你的健康恐惊会生出问题。铁锅里面补充铁，其实我们都说不卫生，真需要补铁。有缺铁性贫血的话，其实你可以从食物中或者从药物中得到。生活煮菜虽然真正会生出铁，但过若是买到较歹用具，颠倒有中毒的顾虑。讲到补铁，大家常常会去联想到培灵啊，因为医生提醒讲，想要透过深青色的青菜来补铁，效果其实真有限。它有铁，没错，我长期吃可以补充铁剂，不，它也比较不好吸收。缺铁性贫血的话，你补充这肉类当做第一选择了，是最有效的。铁质分做两大类，经有火鸡质地的食材，像牛肉、猪肉等等红肉，加蛤蟆、贝类等等海产，人体吸收率有25%，拢会使快速补铁。非火鸡质地的食材，像培灵啊、海带、辣子等等，虽然讲铁质嘛真悬，但不过人体吸收率其实敢若5%尔。食青菜补铁效果无好，那咧食素的朋友想要补铁，要安怎做才对？医生讲，其实只要将有维他命 C 的食材配合高铁质的青菜做伙食，内面的铁质就会小可被转化，人体吸收率就会对你提升。就讲用柠檬汁炒培灵啊，还是饭后食一粒柳丁芭乐，拢是食素的朋友补铁的好选择。